手中接過應信，畫面當中穿皮衫，就是大成國中家長會新任會長陳松選。無論是愛心會偏向物資關注，長期投入社會公益，這回將對社區延伸到校園，以着行動傳授愛教育，號召企業家、職工以及專業人士加入家長會顧問團。代表講，阮大成國中這段時間以來努力打拼，無白費，無浪費着時間。我今仔來做會長，我的宗旨足簡單，就是我以愛心來幫助學校，以行動來支持教育，希望會當以後擱再幫助更較儕人。阮希望講佇阮易經校長的帶領下，會當擱交出更較好的成績。那我們號稱我們有101顧問，那當然呢，在背後呢，這些顧問呢，也長期呢，也都是在地呢，為在地付出。那大成國中是一個呢，強調除了在學歷方面呢扎根之外呢，也強調品格，那也是一個友善的校園。好，那相信呢，在各個家長會，還有呢在地呢的大家呢的支持下呢，大成國中呢會越來越穩定，越來越茁壯。大成國中自創校以來，累積多項國家級肯定的成果。家長會是學校堅強的後盾，將持續協助校方推展教育，支持活動家計劃，共同替學生營造更友善、更加有溫度的校園環境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